大家好，我景叔啊。最近咧有好多粉絲朋友問我，佢話你屋企天台上邊種嗰啲盆栽果樹啊，同埋啲瓜菜類啊啲，平時施肥係用乜嘢肥料呢？咁今日咧景叔就上到你天台上邊咁樣施肥啊。嗱，咁我咧呢一套就係我天台上邊肥料供給嘅一套發酵設備啦。佢嘅材料主要就係用廚房裏邊用剩嘅，譬如嗰啲剩菜啊、剩飯啊、爛嘅瓜果啊、嗰啲果皮啊，亦都可以係進行有機肥嘅發酵材料嚟㗎。呢個發酵孔咧就係咁樣嘅啦。呢啲係之前放咗落去係發酵過一段時間㗎啦。咁平時咧你可以將嗰啲廚房嘅呢啲垃圾全部放咗落去。仲用啲煙菌，呢啲發酵菌咧就可以加快裏邊呢啲材料嘅腐熟。當你使用嘅時候咧，你可以咁樣啦。你需用幾多量嘅話，你可以打開佢，咁可以有呢個呢啲係水用肥啊。你稀釋咗之後咧，就可以作為番茄追肥用啊。草莓西瓜果樹都可以用呢啲有機肥嘅啦。我天台上面嘅盆栽果樹係用過呢一個有機肥發酵孔發酵出嚟嘅有機水用肥。不過你哋都可以就一學呢啲咁嘅發酵設備，咁就天台上面所有植物都可以有水用肥去使用啦。